美国联邦调查局在一份非机密公告中说，中国官员们正在使用跨国镇压手段，通过物理和数字手段恐吓，试图迫使美国的维吾尔人停止发声。报道说，维吾尔人和其他中国难民和持不同政见者，包括藏人、法轮功成员以及台湾和香港活动家一样，都遭到了同样的骚扰。美国政府已决定对绑架一名美国记者和人权活动家，并在其他国家骚扰伊朗持不同政见者的4名伊朗情报人员实施制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哈提普扎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特朗普政府实施的对伊极限施压政策已经失败，美国需要认清现实并改变这一做法，美国应取消对伊朗的制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在庆祝哈萨克斯坦独立30周年的讲话中表示，哈国将努力加强哈萨克斯坦在中亚地区的领导地位，并巩固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阿富汗塔利班宣称已攻下最后一个据点潘基希尔省。潘基希尔省是阿富汗34个省份中唯一未被塔利班控制的地区。首都喀布尔昨天可听到庆祝枪声不断。据报道，塔利班鸣枪欢庆，导致至少17人中枪身亡，41人受伤。俄罗斯一国有网站上使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共和国一词，引起阿塞拜疆强烈反对。阿塞拜疆外交部发言人莱拉指出，阿塞拜疆已通过外交渠道就此向俄方提出严正交涉。2021年欧洲女排锦标赛在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结束，在3-4名决赛中，土耳其女排3比0力克荷兰，斩获季军，连续3届欧锦赛摘得奖牌。土耳其国家女排在2021年欧锦赛半决赛中对阵塞尔维亚队。美国继续遭飓风艾达侵袭，死亡人数已升至63人。飓风艾达已在美国东北部造成了巨大破坏，飓风的速度达到每小时241公里。首先，飓风登陆了路易斯安那州海岸，然后侵袭了纽约、新泽西和宾夕法尼亚州的部分地区。据说，许多房屋被毁，街道被淹，树木倒塌，交通瘫痪，停电还将持续几天。正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出席伊斯兰开发银行年会的土耳其财政部长卢特菲阿尔万会见了乌兹别克斯坦财政部长伊什马托夫。